小伙意外重生回到20年前，却还是没有救下自己的妈妈。难道未来真的无法改变吗？可更让他震惊的是，邻居老王告诉他妈妈是自行了断的生命。道俊知道自己的妈妈不是会轻生的人，其中定有隐情。他来到妈妈开的小餐馆，准备找出原因，直接将门口的招牌举起砸碎了玻璃，伸手打开门之后进去一阵乱翻。他知道妈妈有爱记账的习惯，于是目标明确，想要去找账本，却无意中发现了自己高中的成绩单，想起当年自己想要去上大学，却因为家里没钱没法去。이다음에 현우는 자식들한테 미안해하지 말고 살아. 这前世的自己黯然离去，道俊再也忍不住自己看着妈妈的东西，突然发现一个本子上全是妈妈整理的关于顺阳科技股的信息。接着他又看了妈妈所有的存折，发现她竟然借了很多钱去买这只股票。可一向勤俭节约的妈妈为何会借钱去炒股？顺阳科技股是唯一的线索。他来到图书馆查找资料，竟发现顺阳科技的股票走势十分异常，从开盘开始一路上升，价格一路上涨，最终翻了好几番。可突然某一天迅速下跌后直接停牌。他回到公司跟吴叔讨论，吴叔告诉他这只股票更奇怪的是，其中有一家美国公司GM公司在最低价买入，又在破产跌停的前一天卖出，赚得盆满钵满。因此他已经派人调查了GM公司。你们猜幕后主使是谁？原来GM公司的投资人全都是顺阳的财务高管，而这个GM公司就是顺阳的秘密资金库。他们早就已经打算将顺阳科技这个公司清算，但要在清算先放出利好消息，让一大群不明就里的散户蜂拥而上，股价就会瞬间飞升。接着又在公司破产清算的前一天卖出，顺利获得900亿的资金，再放出破产的消息，让小散户们血本无归。道俊调查出这个事实之后气愤难当，他来到爷爷的办公室，想要问问爷爷是不是真的这样做了，可爷爷却说自己只是做了一桩损失最小的生意。问他不是对公司经营不感兴趣吗？为何今天跑来问这个问题？道俊解释说自己只是有个作业涉及到这方面，并不是对公司感兴趣，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继承顺阳。当他从顺阳大楼出来的时候，看见一群散户拿着牌子在门口抗议，他的心中五味杂陈。突然在人群的最角落里看见了妈妈的身影，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悄悄地在后面跟着。只见妈妈望了望高楼上顺阳的广告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破旧的衣服和鞋子，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冲着一辆公交车就跑了过去。原来这一世的妈妈竟是这样去世的。道俊看着楼上的广告牌，正道经营4个字显得无比讽刺，他暗自下定决定，一定要替妈妈报仇雪恨，一心只想着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再加上前世的妈妈又被这一世的爷爷害死，他对财阀家族的恨意又增加了几10倍。现在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阻止爷爷投资房地产，因为他知道爷爷现在资金紧缺，唯一翻身的机会就是要去争取上岩土地的开发权。而这一块上岩的土地将来会成为首尔 IT 行业聚集地，地价房价都是寸土寸金的级别。他跟老吴商量好，自己准备去截下这块地的开发权，可他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于是决定先回爷爷家里打探消息。今天晚上就是家庭聚餐的日子，财阀家的所有人都会在这个桌子上明争暗斗。好戏现在开场，先是长孙成俊提出自己要去最艰苦的顺阳建设公司工作，家人们都不理解，明明可以在集团稳坐办公室，为何要去工地上灰头土脸？成俊表示自己是想去体会爷爷当年创业的艰苦。二婶就跳出来阴阳怪气的说成俊口才真不错，应该去从政。听见这2个字，爷爷发火。정치그정치한다하는놈들때문에내가이번에도얼마나더러운꼴을당했는지모르는사람있나接着爷爷又把矛头指向了崔女婿，问他是不是要参选这次的首尔市长。崔女婿表示确实很多人推选他参加。 진양철이 사업 간판 말고 뭐 먹겠다고! 검사 옷 뺏기 갖고 여의도 바닥에 내놓을 생각이면 이참에 진양철이 사업 간판 떼고! 一番羞辱之后，爷爷离开了餐桌，全家人也是十分尴尬，而姑姑也是不甘示弱。面对大伯二伯的讽刺挑衅，他直接站起来。 똑똑히 지켜봐요. 정치인 최창재가 어디까지 갈 수 있는지 내가 꼭 보여줄 테니까. 道俊看着姑父憋屈的表情，知道这就是他找到的好机会来了。于是第2天便派出吴叔去找到姑父，以他们奇迹公司的名义来提供他参选首尔市长的资金，条件就是要拿到新土地的开发权。崔姑父在此事上无法决定，只能过来找姑姑。姑姑听了这个想法，认为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她不相信吴叔的奇迹公司能赢过老爹。吴叔告诉他们，只要在竞选前一直保密就可以了，后续他们自有对策，同时也愿意将资金从100亿提高到200亿。夫妻俩听见这个金额，眼神都变了，显然是觉得十分满意。可崔姑父对自己的支持率依然很担心，即使有了资金的支持，民众也未必会买单。吴叔对崔姑父提出建议，说你只需要站在民众这一边，建立一个对抗财阀的人设就可以了。果然，第2天崔姑父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拿出一家财阀公司开刀，将他们的老会长抓进了警局，并查封了公司及所有的银行资料。
힘없는 서민들만 고통을 전담해야 합니까? 그건 정의가 아니죠.崔姑父的发言迅速登上了头版头条，道俊也收到了这个好消息，三个人击掌庆祝这一关的胜利。而他也知道爷爷这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果然爷爷就打电话叫他回家里一趟。道俊早已等候在爷爷的花园，他眼看着姑姑准备陪着姑父一起进去，于是赶紧上前拦住了他们。几番交代之后，姑父便一个人进了房间。一向懦弱的姑父此时单独和老会长1对1，他紧紧地捏着自己的大腿，显然还是很紧张。爷爷提出让他赶紧辞职，自己可以帮他开一家律师事务所。可崔女婿却说自己要当财阀狙击手。 영심제에서 나가는 그 길로 기자회견을 열까 합니다. 인터넷으로 생중계도 할 계획입니다. 순양과의 사이로서 양심 선언을 할 생각입니다. 爷爷没想到这一次崔女婿竟然如此硬气，竟突然被对得无话可说。出来之后，崔姑父跑到道俊面前大口的喝着水，告诉他刚刚按照你的说法，老爹竟然同意了自己参加竞选了。道俊也站起来表示祝贺。房间里的爷爷很生气。 최수방 뒤에 누가 있다. 형제 니 좀 말아봐라. 第二天，首尔市长的竞选结果出炉，崔姑父顺利当选，三个人也举杯庆祝成功。另一边，爷爷得知土地开发权竟被奇迹公司拿下，他生气地把崔女婿叫来了家里，质问他是不是收了奇迹公司的竞选资金。崔女婿硬着脖子没有吭声，可爷爷已经从他的表情里得知了答案，于是立刻就派出自己的检察官，直接冲进奇迹公司里随便弄了个名义，把所有的资料搬走。吴叔也觉得这简直是强盗行径。爷爷的秘书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要会见一下奇迹公司的幕后老板。到了夜里，爷爷喝着茶，等着奇迹公司幕后老板的出现。可他万万没想到，来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孙子。 미라클 대주주 진도준입니다.